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搁再一摆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。主，你知影，伫昨暗台湾的疫情的病例已经突破15000人。阮嘛知影，安尼病例继续会搁往顶面行。你甲阮的经济一直拢无法度恢复正常，物价也一直压悬，造成生活搁较困难。主啊，阮非常的需要你大能的手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伫即个过程中学习会晓安静伫你的面前，学习过即个过简单朴素的生活。用搁较侪时间牵厝的人斗阵，互阮伫即个扰乱的世界中，互阮的心中永远有平安。今早起，求你搁再一摆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互阮，互阮行应该行的路，是一条得胜的道路行去。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恁今日会当来到遮。某一方面来讲，恁已经得胜恁家己，无伫咧厝里无想要出来，所以有当时咱的肉体常常会叫咱敢有需要安尼？谈厝嘛是袂歹啊，吼。当然伫厝里嘛是真好，但是来到教会，迄个属灵属灵的气氛，佮还是无相款。愿上帝今仔日大大看咱三角地带。今仔日咱要讲的经节是记载伫个启示录。启示录的重要性，毋是讲伊是落尾一本安尼重要而已，伊是上帝启示互耶稣基督，叫耶稣基督甲天使讲，叫天使爱去吩咐约翰使徒将伊写落来。搁再甲7个上顶的教会来劝勉。当然，咱人对创世纪知影这个宇宙含人是按倒位来，但是人的结局要往倒位去，这嘛是非常的重要。若无咱会感觉咱的人生茫茫渺渺，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。启示录嘛是相款的重要。启示录的重要，伫个启示录第1章的第1节就安尼明明甲咱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上帝赐予伊，叫伊将要来成的事指示伊的正仆人，伊就找使者去甲伊的奴仆约翰讲，叫伊写落来。咱知影耶稣伫个2000几年前，伊就第一摆来到世间，咱来庆祝圣诞节，就是咧感谢耶稣为着咱的罪出生，真侪人来受苦，佮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死3天了后，佮活上天。但是启示录甲因讲，耶稣伊要佮再来。当伊搁再来的时，就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嘛要搁再互得胜已经死的基督徒搁再活起来，堪伊做伙治理伊的国度。启示录毋是讲互毋捌耶稣的人听，或者是无洗礼的人听。启示录是要讲互咱每一位洗礼过的基督徒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主要就是在讲老底嘉教会。但是咱要知影老底嘉教会以外，咱嘛爱知影上帝还阁有透过耶稣基督
叫约翰写落来7个教会因的问题。这7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、苏美纳教会、别加摩教会、推雅推纳教会，以及撒狄教会、腓拉铁非教会和罗底加教会。这个教会问题，事实上，咱若有去读圣经，咱就知影，现今的教会加减减，拢有这个教会问题。但是有当时你读，你会感觉，有的教会亲像这间，有的教会亲像迄间。今仔日罗底加教会嘛亲像某一个教会。是哪讲？我讲启示录是写互咱每一位基督徒，因为伊不断在提醒这个信徒，爱不断的悔改。伊甲教会讲，就是爱教会改进，爱悔改。因为咱毋是干那洗礼得救，安尼就好啊。就无一定无需要去教会啊，毋免认真读经祈祷。如果咱无甲即个信仰了掉，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真容易就搁转去原来习惯，去拜原来迄个神明，或者是对别人讲对一尊搁较敖，咱就去，搁对人去算命卜卦。那安尼，迄个洗礼对咱就失去效果。因为咱已经甲家己搁归服别个神明去啊，这个亲像讲，一个人伊好不容易考到一个大学，伊也去报到，也去注册，但是伊就是无想要去上课，安尼无可能得到老师要教伊的学问，嘛无法度摕到迄个毕业证书，嘛无法度成做迄个学校的学生。最近我看到一个 line， 互我真大的提醒。我甲伊号做灵魂的基督徒。伊写讲，一个基督徒若有信心，但是伊无行为，安尼是灵魂。伊有洗礼，但是伊无改变，无顶头生，嘛是灵魂。有足侪知识圣经的财物，但是无听心，敢若晓批评，安尼嘛是灵魂。有真侪上帝予的恩赐，不管是唱歌，或者是逐个人的恩赐无共，但是伊无甲伊发挥出来，无甲伊摕出来用，安尼嘛是灵魂。真够祈祷甲真水，真感动人，但是无交托。安尼嘛是灵魂，有认真咧读圣经，但是圣经是圣经，我是我，圣经讲的我做我的，安尼嘛是灵魂。真够唱歌学乐，讲学乐上帝的话，但是有喙无心，安尼嘛是灵魂。当圣神甲伊提醒。伊感觉讲啊，我真正毋对啊，但是我无想要改，我就是这个个性。有认罪，但是知影毋对，但是我无要改，安尼嘛是灵魂。上帝感动伊，你是毋是今仔日会当去帮我关心一下什么人？或者是讲你是毋是今仔日会当来斗搬伊倒啊？有这个感动，但是我无爱，无要顺服。安尼嘛是灵魂。我看了这篇，还阁有其他的，我嘛真大的反省我家己。咱是个基督徒，毋是干那得救就好啊。上帝其实是要祝福咱更较济，但是这个祝福是爱咱付出代价，得胜的人才会当得到。所以上帝嘛透过圣经天使。不断的甲每一间教会吩咐，就是 PPT 写的圣神人，教会所讲的话有耳孔听的就应当听。
这个话毋是敢若对教会讲，嘛是对咱每一个人讲，是对你对我讲，因为咱嘛是拢是教会，所以咱用一点仔时间，安静来想，到底我信主偌久啊？我信主到即摆，我有改变吗？有时阵，别个人看咱更较清楚。我嘛看过教会侪兄弟姊妹，洗礼前含洗礼后，真正无相像。洗礼前，伊的面非常的忧愁，你会真学直看到伊有笑容。但是洗礼了后呢，你看到伊一直变，愈变愈喜乐。这就是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一直咧甲咱改变，咱嘛得爱跟上帝同工。咱人爱知影，咱是对倒位来，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嘛爱知影咱的结局是要往倒位去。上帝是安怎看咱的一生？所以，咱若继续读启示录，咱就会当看见，聊聊看见迄个未来，迄个世界。因为启示录21章，约翰有安尼写，我来读互大家听。伊讲：我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真正的天地过去啊，海也消无，上帝要拭去因每一滴目屎，无搁再死亡，无搁再悲伤啼哭，或者是痛苦。以往的事拢过去，城墙的条石是用各种的宝石来装塔。所以你想一个无病痛、无目屎，迄个所在阁拢是宝石，是偌尔啊水的一个所在。咱对顶礼拜有一个兄弟说咧，伊讲伊的爸爸蔡根源长老，伫个要癌症要过身之前，伊看到伊爸爸无惊吓，伊会亲像伊已经看天，看到伊未来要去的所在，是遐尔实实在在存在。伊就欣赏即个上帝，真做上帝的囝儿，所以伊就对伊的老爸骹步来洗礼，真做基督徒。所以，咱对正圣道的见证，咱就会当相信，未来迄个新天新地是值得咱去期待的。讲到今仔日，咱所读的这个经文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启示耶稣基督，看约翰写出来这个7间教会，伫亚细亚地区这7间教会的问题。咱今仔日敢若要来看这个罗底嘉教会。这7间教会其实毋是每一间拢无好，其中有2间教会，苏美纳和菲拉铁菲，嘛是互耶稣所讹落着的。但是今仔日这个罗底嘉教会呢，因是抓准因家己是非常有钱的，因所看的代志嘛是拢对的。但是徛伫耶稣看因的角度来看，因却是双向的。耶稣是徛伫上量的角度来看，但是这间教会已经熬到有钱到，毋免有耶稣，因犹原当做真侪闹热的活动。咱若对经文的20节，伊写讲：看啊，我徛伫门外拍门。啥那耶稣需要徛伫教会外面呢？耶稣毋是就是教会的头吗？咱对这个经文，咱就会当去反省，是毋是教会常常伫不知不觉，已经将耶稣撒出去门外，或者是讲耶稣所讲的话，因已经听袂到啊。所以因有钱啊，因会当做足侪世界在做的活动啊。但是对伫上帝的心意，上帝所喜爱的代志，
因检菜无趣味，嘛无想要去做。所以伫个经文讲，罗底甲教会亲像无冷无烧的水，耶稣想要将因安喙推出去。这咧讲的是啥物？就是讲，因对上帝国的代志较无趣味，甚至就是经文咧讲安尼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总是办甲足闹热，亲像真火热的一个教会。但是却是外表闹热，内底属灵是空虚的。因讲因看到代志，拢看得真清楚，但是耶稣却讲因是青迷。这拢是按属灵的角度去讲的，毋是按真正因看到这个世界的代志。所以这对咱嘛是一个真大的提醒，尤其是咱资深的基督徒，有的人检查已经信主50年，咱爱非常的细致，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咱有继续进步无？或者是咱相款亲像罗底甲教会。会晓做真侪活动，但是耶稣无伫我的内底。咱较爱的是迄个名声地位，这是咱今仔日爱细致来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按得救到得胜是一条永远的道路，一直到天主的面。咱毋是洗礼了后，就马上按0分变到100分。伫个这过程中间，就亲像《天路历程》迄本册写的，有时你会跋倒，有时你会落落去灰心潭，有当时你会互灌家，总是这条道路毋是遐简单行。但是咱爱逐日拢恳求圣神，含咱三角地地，透过读经祈祷。互圣神来更新咱，互咱会当渐渐改掉咱的歹习惯，会当将耶稣基督迄个好的品行做踮在咱每一个人的内面。安尼就是一个得胜的过程。咱的得胜，毋是敢若灵魂得胜就好。因为咱人有灵魂体、灵魂体，这是环环相扣的。当咱的灵伫咱洗礼时，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就甲咱洗清去。但是咱的魂若无去改变和清去，咱会甲咱的魂，搁再甲咱的灵，搁用拍垃圾，甚至影响到咱的体。灵是上帝予咱的，伊对咱分一口气，是会当跟上帝交陪的。灵是爱透过咱常常较无近我上帝，读经祈祷，付出代价，分别时间出来互上帝，才有法度得到的。咱若无常常安尼，甲咱的信仰扎根，该互伊搁较清楚。咱的信仰若无清楚，咱拄着困难的事，咱就真容易搁倒转原来你的信仰内底，原来的生活模式内底，你检查就会互朋友搁再带去算命，还是现迄农民里行这行迄，搁倒去原来迄个生活。所以咱的灵需要跟上帝常常有交陪。灵我真正真歹解说，总是我有看过，有一个姊妹伊信主了，伊甲我讲，伊讲过去伊真够超烦恼东烦恼西，行这行迄啊，但是信主了后，伊感觉上界宝贵的，
就是平安。所以，逐摆若伫教会听到人讲平安，伊就非常的温暖，有满足的感觉。灵，我真歹去讲伊，总是我若讲良心或者是第六感，我这是不是毋对？但是会当互恁稍微去揣摩，就是那种的感觉。灵是上帝看咱交陪得用的。咱若要互咱的灵性会当较勇壮的，咱就爱常常24点钟哦，毋是初一15，嘛毋是透早一到阴暗，常常牵上帝结连，亲像葡萄树枝黏伫葡萄树相款。安尼黏咧，其实是袂当叮当的。你若叮当小可闭去，迄养分就会无办法100%吸收。所以，牵上帝做伙是爱非常的安静，点点来吸收上帝互咱的应用。讲到魂，不但得救，嘛爱得胜。当咱互耶稣基督宝血甲咱洗清的时，咱的思想魂是思想、意志、含情感，毋是马上会当改变的。这是爱付出真侪困难含时间，一点仔一点仔去突破。如果咱无认真面对咱毋对的想法含价值观的时，亲像咱应该饶下，咱毋肯；咱应该知足，咱偏偏要去谈论。咱爱诚实讲话，咱拢感觉讲白菜较快，毋免想济。有当时啊，咱个过头骄傲，拢看人无起。等等，才会咱若甲伊掠条条，真容易会互咱造成咱身体会无爽快，甚至暗时啊困袂好，因为咱气即个人啊怨恨迄个人啊，看别人拢评咱较好，等等，咱若无甲伊交互主，咱就容易困袂好，头壳痛，胃无爽快等等。透过圣神不断咧甲咱提醒的时，我知影这嘛无简单做。总是咱会当祈祷恳求上帝帮助咱谦卑承认，甲上帝讲：主，我知影我遐无好，总是我一时要改，我改袂过来。你是毋是会当帮助我？如果咱会当有安尼决志，我相信圣神是愿意帮助咱脱离遐个罪恶和痛苦，因为耶稣来，伊是要互咱得到自由的。一个怨恨人的人，伊是无法度得自由的；一个贪恋的人，嘛无法度得到自由的。因为因着亲像啉迄海水相款，哪啉就哪喙干。伫我的牧区内底，有几落兄弟姊妹，我看因的生命的成长非常的水，因有真好的品格，伫到因的公司嘛一直甲因升起来做主管。但是伫最近这几冬，经济大变动，有的兄弟甚至公司有甲伊讲，可能我无法度继续用你。总是过无偌久呢，另外一个主管来甲伊讲：“你是毋是换过来阮这个部门？”所以我就看起上帝的手，伫遮会愿意常常对付家己软弱的所在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因的好的品格，互伊公司的主管看到啊。所以咱的魂、咱的思想意志
看咱的情感，咱嘛袂当轻忽他，袂当无去注意伊。咱来常常去思考，咱来想，耶稣有欢喜无？咱来做，耶稣会伤心无？再来讲到这个体的得救和得胜，当咱信主了后，咱就无再在属伫咱家己，咱就是耶稣基督的，属伫耶稣基督的，伊才是咱的主。所以讲主人叫你讲，你来甲我分一下祖宝，你讲无爱，安尼你就凭主较大。所以主既然是咱的主，咱就爱听候伊的吩咐。咱的身体嘛是爱尊主最大，爱好好去顾惜伊，疼惜伊。咱爱照顾咱身体健康，毋通做暗光照，嘛毋通食一寡无健康的食物。爱甲咱的环境用得较清气、较整齐，安尼较袂去污染吼。嘛爱运动等等，特别即摆即个时期爱做好防疫的措施。咱爱常常注意圣神有对咱什么提醒无？讲到即个身体顶面的德性，我就捌听过有一个兄弟，伊非常爱食薰，伊真正无法度改，伊就毋敢来洗礼。总是真侪人甲伊鼓励，伊讲圣经有讲，凡事拢通做，总是无一定有利益。所以上帝并无讲食薰你就袂当洗礼。后来伊来洗礼，请出咱的兄弟，上帝怜悯嘛临到伊。有一摆的圣诞节，伊突然感觉即个薰的味真无好，伊开始讨厌即个味，无爱即个味。对迄摆开始，伊就完全无搁再食薰。我想伊即个德性是真值得学乐，而且对伊以后的身体拢是有利益的。讲到德性，咱应该爱有什么态度，咱才有法度会当得胜呢？第一，咱一定爱认捌咱的上帝。如果你无认捌你的上帝，就亲像你买一台电脑，你毋知伊内底有偌厉害，这是对咱上界大的亏欠，上界无彩。但是你当然，我安尼比评是天和地的比评，上帝的傲和伟大，实在是咱人拢敢若会当知影一点点啊尔。所以咱去认捌咱的上帝，认捌伊所讲的话就是圣经。因为咱人嘛常常因为无知来灭亡，所以愿咱每一个已经进入伊的国的人，拢毋通失去上帝遮尔宝贝的祝福和保护。亲像伫疫情中间，就是咱典型基督徒上介好的时阵。当咱若为着逐个人的健康，包括家己，咱好好啊做防疫的措施，毋好互咱家己去染着迄病，这嘛是敬畏上帝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咱毋是故意的，无小心，或者是工课需要，咱来染着这个病的时，咱嘛顺服、欢喜、快乐。就亲像传道书讲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嘛，亲像保罗讲的，不管是活的、死的，伊拢感觉非常的好。伫地面中，伊会当服侍上帝；伫天灵跟上帝做伙，拢随无比的代志。基督徒就是有这种的自由。
所以，咱若愿意顺服伫咧上帝的手里，其实你就袂有真侪惊吓，因为你会知影讲，不管是安怎，拢是上帝对咱上界好的安排。上帝期待咱，毋是干那得救尔，咱是爱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。要做安尼基督徒，咱嘛需要有第二个态度，咱爱有一个会当听人甲咱劝勉、圣神甲咱提醒迄个耳孔，堪愿意改变的心。因为咱爱相信上帝是听咱的，伊会责备伊所听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你若伤过久，无互上帝甲你责备，或者是你心内拢无任何会感觉亏欠，有时咱真正爱细致，咱是毋是咱的心已经渐渐地冷去啊？咱会愿意对上帝透过圣神甲咱的提醒来反悔。如果咱常常上帝若甲咱讲啥，咱拢毋肯听，过来咱就会变做亲像臭耳人。咱的预设立场，一讲即句话，我就是无听到。安尼时阵，毋是上帝无听咱，无爱甲咱讲，是咱家己已经先甲上帝和耶稣拢杀出去啊！过来，毋是上帝毋讲，是咱家己都已经臭耳人啊！第三点，咱爱交出咱的主权，因为咱既然讲主耶稣是我的主，咱来交出主权。就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买一间豪宅，是2层的，1楼有5间房间，2楼嘛5间房间。有一日，主耶稣来到因兜，甲伊弄门，叩，伊就开门，一看到耶稣，伊非常的欢喜。伊讲：“哦，耶稣，你来啊！”耶稣讲：“是，我想要来住恁兜。”伊就讲：“哦，耶稣，欢迎你来住，我甲阮兜2楼迄个上大间，哦，上好的迄个家具的迄间，互你住。”耶稣就搬去迄间住。过一天，门口有人来敲门，叩。伊去开门，哈，是魔鬼！伊无论如何，伊都袂使互魔鬼入来，所以伊就甲魔鬼伫遐演啊，演到下晡时，好不容易，较甲魔鬼杀出去。伊就足伤心的，伊讲：“耶稣，啊，你伫阮兜，你哪会拢毋肯来甲我帮衬？”耶稣讲：“因为你敢若互我楼顶迄间房间，所以我就伫咧遐。啊，即间厝要阁是你的，你有主权。”伊就想的，啊无，我甲2楼拢互你。耶稣，我2楼互你，啊，我1楼我来处理。过一天，又阁有人来敲门，砰砰砰砰砰！伊即摆惊甲要害咧，伊就想讲，我即摆绝对袂使开门，我按迄锁匙孔来看就好。伊就按迄锁匙孔一看，伊毋知影魔鬼的厉害，一看不得了，迄个魔鬼就按伊一看时就撞入来因兜啊！伊就又搁伫遐甲魔鬼车拼，舞到暗时，大粒汗细粒汗，好不容易佮甲魔鬼赶出去。伊就足伤心，甲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啊你伫阮兜哪拢莫来甲我帮衬啊？”主耶稣讲：“我敢若伫楼顶啊，我的所有权伫咧楼顶啊。”尾仔伊讲：“安尼好啦，主耶稣，我甲即间厝拢交互你，互你做主人，啊你互我住伫真内底。”耶稣讲好，就安尼过工，又阁有人来弄门啊，又开始弄啊乒乒乓乓。耶稣就慢慢啊去到迄个门遐，该开，结果果然又阁是魔鬼。魔鬼看到耶稣了，
是讲是的，我弄了毋对惊啊啦，就安尼来离开伊。这个故事甲咱讲啥物呢？这个故事甲咱讲，遐足侪房间就是咱的软弱，含咱的黑暗。咱常常伫迄这黑暗的内面，咱毋肯见到光，咱毋肯互主耶稣入来咱的内面。咱敢若画一个所在，讲耶稣，你踮遮就好，其他我来管。所以，咱有当时就安尼，甲咱的人生用了袂足舒适，袂足好势。所以，咱第三爱交出咱家己的主权来。基督徒毋是得救就好，基督徒咱爱一生追求得胜。过去，咱的歹的习惯，咱的价值观，咱的烦恼，拢会因为耶稣来改变。过去，咱检查看别人袂好势，感觉别人无咱遮聪明，或者是常常看到别人出错，咱就真快乐；还是别人讲毋对话，咱就感觉即个人哪会即落行？但是信主了后，当时上帝就会甲咱启示，咱嘛是50步跟100步的差别。咱嘛相款会出错，咱嘛相款有愚戆的、无小心的时阵。当安尼时，就会互咱哪来难谦卑，互咱会当选择一个愿意谦卑、诚实、饶恕、勇敢、定定，活出耶稣基督款式的人。今仔这张批，毋是干那写互罗底甲教会，即个有钱的教会，但是写互你含我。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随时含上帝保持好的关系。当咱若愈倚近上帝时，魔鬼就离咱愈远；当咱若离开上帝远远的时，无小心咱就互魔鬼吞食落去。所以愿咱拢对主讲：我愿你来，搁较愿意你看我，我看你三者道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伫这个混乱的世界，看起来要到一切顺利，还阁毋是3年、2年就会当结束，甚至会变化安怎，阮无人会当知影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常常将阮的心放伫你的面前。常常互阮来倚靠你，互阮会当度过世上一切的艰难，互阮会当看赢迄个歹，超越一切烦恼。求你将平安赏赐互阮，互阮无搁再倚靠听世间人的话语建议，或者是所谓高人所讲的。互阮学搁较济学习来听你的声，阮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